水。来，当众朋友，大家平安，食苹果未？老师好，老师食饱未？平安平安。哦，那迄个苹果，迄是要讲啥诶就对。对，拄则阮今仔较尔晚起来，因为去买苹果啊。今仔日要来讲苹果，一粒苹果哦，10万人牺牲性命哦，而且吼，安那拍什么？拍10工啦。哦，拍10档，这真正有厉害就对啦。有人听过无吼？一粒苹果吼，咱搁伫共款诶所在哦。就是伫顶礼拜有来诶吼，你会知影咱搁伫塞浦路斯吼，即个足水诶所在啦吼。咱顶礼拜讲什物？一个，迄里北边好无？今仔日是伫南边。今仔日走来南边较水啦吼，所以咱要来讲一个水诶什物？因诶神话着海边海岸。对，先做会当了解一个神话故事吼。讲到即个维纳斯，大家知影无吼？其实老师，迄维纳斯是罗马人讲诶。罗马人讲诶，罗马人讲维纳斯哦。伊粒就是讲阿芙罗代蒂。有人听过无吼？这什物名？阿芙罗代蒂，咱两个来查者。伫塞浦路斯诶下骹吼。地图内底你会对安尼就看着。阿芙罗代蒂诶地点就是南边诶塞浦路斯吼。即个所在。有一个朋友来啊，伊讲什物希腊，袂歹哦，答对了。即个是啥物？对希腊会当来食着，对土耳其就袂当来食。即个名是阿芙罗代蒂，一个罗马人讲维纳斯迄个啦。是，所以咱顶礼拜其实是伫顶悬遮吼，北边无对着会当搁转去看顶礼拜。今仔日来南边，听讲南边这较水啊吼。海岸较水着。对，所以有一个有名诶哦。即个罗马诶名叫做维纳斯，应该大家拢知维纳斯。维纳斯就是金星嘛，金星就是讲天顶上光迄粒星啦。逐粒拢看无，你著看到一粒，迄就是金星。有人叫做启明星啦。迄粒叫做维纳斯，就是讲即个人诶名。希腊诶话呢，无啦，希腊伊是讲阿芙罗代蒂。目前咱咧讲诶拢是希腊诶神话，所以咱煞来拢要讲阿芙罗代蒂即个名就好。是对迄个泡沫，就是讲海洋诶皮啊生出来。皮啊，为海洋诶皮啊生出来诶毋是水查某诶意思哦，是皮啊诶意思。对，阿芙罗代蒂诶意思就是讲泡沫啦。就对泡沫来，对迄个皮啊来。是所以伊就是代表什物？迄个水啊吼，还是讲足水管水诶，管爱情诶，拢伊管啦。伊真正真水，因为伊出世诶时候，咱看后壁迄张一个画家甲伊画吼，后壁个伊伫对遮伊出世以后吼，咱先看即咯遮就是讲伊出世以后，对即个所在行起来陆地。伊本来伫咧海里嘛，海里有一个蛤蟆，蛤蟆内底吼，伊就对蛤蟆内底爬起来，然后有风甲伊吹来迄边，伊就对遮起来，安尼伊就变成一个爱情的神，生做真水，因为连迄个宙斯都做爱。所以即个图就是你画这啦，安尼有清楚啦。我想讲，这真有名诶图。即个是1485年画吼，即幅图目前是咧佛罗伦斯，意大利佛罗伦斯诶一个乌菲齐美术馆内底。伊诶意思是讲，即个阿芙罗代蒂是伫迄个蛤蟆内底出世，出世以后有迄个风
迄风神哦，是西风的神，甲伊分来海边，啊，然后有迄个春天的神哦，四季的神，有迄个足水的衫互伊穿，啊，伊生出来时哦，会当讲灭倒所有的神甲人。因为迄个上大的宙斯嘛，宙斯的神的总管，啊，有哪向伊追求爱情哦，爱无爱，啊，结果就发生以后的故事，刷落一大坨的故事就出来了。所以咱先来看这吼，这什么？搁另外一个英雄。这个石头你看哦，这拄起讲维纳斯，这个海湾哦，这个海湾。就是维纳斯对遮爬起来，吼，对遮出世，因为即个海水真水啊。你看到你无论对一国的人来遮看到讲，啊，即个海水甲阮遐海水无共，迄湿地那遐水，你看我后壁迄湿地拢甲人无共。就感觉讲，迄个上水的查某神已经伫遮生出来。这老师翕的吼，即个海水的。湿地来遮第一捌看到的，就是一款足会互人会惊的一款清气。这是画袂出来色对无？调色盘调袂出来色。就是只有宿舍石头对无？除去讲维纳斯对遮起来以外，就是讲有一个英雄啦，对迄个山顶哦，因为有外口的敌人要来，有迄个海盗要来抢。因为一个巨人，一个足有力的人，甲石头摕起来点落海底，讲着迄个船啊，讲着敌人的船啊。这石头就是对山顶点落来。原来是安尼，就是因的传说来的故事啦。只有一个个，大家人拢知影一个故事，那真趣味啦。就是讲有一个求婚的女神，有一个女神哦，伊专门咧管互人冤家啦，伊做爱互人冤家对，即个神是专门要吵互人冤家，要闹到相加迄款神啦。伊因为一届人请人客，请客是无甲请，伊就生气，就从我摕一粒足水的苹果哦，金苹果，顶悬写讲献互上水的女神。献互上水的女神，什么人上水的？大家若讲伊上水，要安怎办？所以迄阵有3个女神哦，就是阿芙罗代蒂，大家生出来这个足水，搁有宙斯的太太，宙斯的太太有那足水哦，搁来，搁有一个叫做雅典娜，伊做雅典的主神，有那足水。3个女神就要争呢，争讲即粒是谁的？下骹3个就是3个女神咧争啦，安尼好，因就讲安尼好，咱就请迄个宙斯来做裁判。宙斯就是因的神的总管嘛，叫宙斯来裁判。宙斯呢常常伊毋敢，为什么？因为宙斯因太太也要选呢，伊若选因太太，毋是无公平嘛。伊若选别人，都互因太太甲骂死。所以伊就毋敢，伊就讲要啦，爱想一个办法，叫一个人来裁判，无爱叫神裁判啦吼，叫一个人来裁判这3个神，什么人上水？叫着特洛伊的王子，因为伊生得真缘投啦吼，特洛伊。王子就选你来，选你来做裁判袂歹。因着3个就甲伊乌西啊，就甲伊乌西就讲赫拉就甲伊讲，你若互我吼，你若赫拉就讲，你若选互我吼，我就要互你做全亚洲的国王，因为伊有权利啊，伊有国王的权利啊。来雅典娜就甲伊讲吼，讲你若选互我特别互你变成世界上聪明的人，伊是胜利女神，也是智慧女神。讲你有智慧，你小钱拢这尔这嘛袂歹呢吼。阿芙罗代蒂就讲，我互你迄个上水的人，因为神无算啦，上水的人迄阵是叫做海伦，毋过海伦是斯巴达国王的某呢。
国王的某伊讲，迄个上水，迄个国王的某，我送互你。这个王子就想讲，安尼好哦，无要爱上水的海伦，伊就甲选了阿芙罗代蒂啦。选好以后，煞另外2个人就联合起来，特别拍迄个特洛伊，就开始相战啦，对无？特洛伊就开始甲斯巴达相战，斯巴达就是雅典嘛。雅典什么？雅典就是雅典娜咧管。雅典娜就帮战特洛伊。雅典娜帮战特洛伊，另外2个神就去帮战，帮战迄个斯巴达，帮战即摆叫做希腊对吧？就希腊，就相战10天。最后迄个最有智慧的神，智慧女神。伊就想一个办法，叫做木马屠城记。做时木马互人塞入马城内。这个伊的设计，煞真正甲特洛伊迄个所在灭掉。安尼灭掉就了，对安尼。不过咱来看这个另外这张图来讲第1个、第2个、第3个，阮都是有介绍过第1个第2个好啦雅典娜好啦，过来阿芙罗代蒂，来一个囡仔，迄个囡仔就是迄个有一个金箭互伊射着爱神，爱神叫做迄个爱神一个囡仔，另外这个人，这个这个就是人，就是王，就是特洛伊的王子。特洛伊的王子，你看伊伫遮选讲，什么人上水呢？伊讲要甲后壁这个海伦。要送互伊做某啦伊就选互阿芙罗代蒂，海伦生就真水了，这拢是画家画。老师，迄个其实比赛拢无真正的公平啦，对无？拢乌西啦。乌西按相信。观众朋友，你是毋是有遇过这种比赛最近嘛是最近阮囝嘛会参加一个比赛，讲伫网络票选第1名看人气上济结果伊下骹有写讲100块会当换100票就是用钱会当换票就对啦所以其实世界足济即种无论是因为什么新的世界就是共款拢要争即个水的，还是要争即个地位所以因2个安那，就是因2个就联合起来要攻击特洛伊要甲特洛伊的人拢消灭掉所以智慧女神就是雅典娜啦。雅典娜就是目前雅典希腊的首都咪叫做雅典娜，就是雅典娜来，雅典娜伫遐做因的管理神。所以咱知影木马屠城就是这个故事木马屠城就是智慧女神想出来。听讲伫遮洗3年，而且还月圆呢迄个什么青春拢未老真水。拢未老。所以你爱去游3年。有人去遐游过3年无安尼咱朋友来有人去过，甲咱留言一下多谢咱今仔有新的朋友 Steven 甲咱讲，看咱一个陪伴所以伊即个老师佫翕到即个什么，看起来都是因为咱看足水的海边拢日头真炎花草拢晒焦去毋过焦去的花佫是足水你看即款花已经焦去焦去。毋过有哪是看到像黄金的色地。我想讲是本来就生得安尼。毋过你看迄叶拢已经焦去所以即个花叫做即个什么？干燥花，人讲是干燥花，天然的毋是人做的。所以就是维纳斯看人生落来后代变成安尼嘛。这真正有好耍的所以就是讲无啦，遮就是讲罗马是安那建立，后来有一个城叫罗马城，罗马意大利的罗马是安那建立的
因的传说就是讲维纳斯因为维纳斯因为宙斯要爱伊，伊无爱互宙斯爱，宙斯的心情歹，就甲伊嫁互一个上歹的查甫，但是维纳斯就无爱迄个上歹迄个啊，伊爱的是战神，迄个战神小剑的神，所以维纳斯就从乘着红杏出墙就走去找迄个战神，就是安尼后来这是一个神甲神的问题维纳斯佮看到人真缘投，迄个人就是特洛伊的一个亲族，就是讲王族内底一个足水的查甫人，伊就问爱迄个人，就甲迄个人生一个囝，迄个囝叫做艾尼亚斯，伊甲神生的囝有哪是神啦，甲人生的囝就是人啦，这个人特洛伊互人败坏以后，伊就走去罗马，就建立罗马城，传说是安尼是，所以这罗马城即本嘛是乱因为伊的爸母就是乱安尼啦所以咱就想到圣经内面有讲即个简单的所罗门，所罗门是个上界后的国王，迄阵是伊是个上界破败荒派时所罗门去对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路是本来是西顿遐人，西顿就是腓尼基人腓尼基的人后来就搬来伫塞浦路斯，搬来塞浦路斯以后，伊的神庙阿斯塔路的神庙就甲即个维纳斯这个神庙两个就合起来所以两个神庙是同款的，拢是女神，是咧拜爱情的。无怪所罗门到所罗门伫遐就互这女神，就互因某甲外出伊的思想，叫去来拜阮的女神。所以后来娶足济某安尼嘛是过了足凄惨的足凄惨对。所以咱今仔日看到亚斯塔路，这个是地图进前伊古约圣经西顿还有一个西顿，西顿拢甲迄个推罗做讲啦，因为因差45公里，推罗西顿是较早两个海港，虽然讲约纳互鱼仔食去，就是伊伫这两个海港的一个坐船出去。鱼仔有可能甲吐来伫这海港边吧。西顿就是古早时代腓尼基，就今仔日的黎巴嫩一个海港，重要海港。圣经内底讲足侪解西顿的代志。安尼咱即阵都有概念你若以后看到即个名是，你会当想到即个亚斯塔路。就是一个女神。因的什么一个物件就一个神因的神对，因用人想的你想个边你想出来就是迄个代表的神的对。是，今仔日真幸福，咱阁有老师翕的影片会当看所以咱即阵来看卖的老师翕的。这个是咱前几集拢咧讲的，土耳其伊是占北北边南边就不准伊来。是，所以为遮飞到。土耳其爱飞去希腊，对希腊就是去南边的塞浦路斯。是，非常的麻烦，但是你若为南边，就会当直接去。所以大部分的人拢是为这个。对南边去北边安尼是会使。这个飞行机顶悬翕的都真水。飞机看到下骹船咧走拢大一条尾长。
众朋友应该有看过吼，有坐过这段路的吼。有当时你会做行程过为所加真正是，即摆已经来到塞浦路斯的顶端啦。迄个看起来做爬远的。因为拢山，你对南边去哦，中拢是山嘛。咱前仔有讲伊上悬的山就是1952公尺。因为城市拢即伫海边，你看海边拢圆圆的，就是讲太阳山。机场落来了，坐游览车，坐游览车，你看海边白白一点一点，那就是讲日头的。几公里拢是哦，规海岸拢是。我会记咱伫前2集的时候，迄个相片来看，伊个像泰国有神的，就是因的水啊，天气潮啊嘛。而水的所在拢爱加一寡故事，才有人要去遐观光。就来到这个海边啊，就是阿佛罗代蒂的海边。就是讲确定对当做水。你看伊海水，较远较近的色调又无同。今仔日真欢喜，真多谢老师给咱介绍这个维纳斯，这个阿普罗代蒂，这个历史吼，嘛，互咱知影讲，咱伫上帝内面吼，逐个人拢是上水的，对无？毋免干嘛知啦吼，为着要知上啥物人上水吼，好，所以家己饲一个赞哦。看到遮的朋友吼，多谢恁今仔来捧场，愿意你会来认捌阮即个会当互你价值的上帝吼，毋免去牵人争吼，真正的上帝吼。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个。做伙来听老师后礼拜要讲啥物故事？后礼拜咱来看迄个死人死这个活迄个，有一个人死去4日嘛，佮活起来，耶稣叫活起来迄个，有人知影迄个叫纳撒咯。对，我老师佮甲答案讲出来啊，好，安尼真多谢观众朋友来捧场，咱后礼拜再会，多谢老师，大家平安。平安。